顶个月礼拜，南投第三个清洁队有队员要求民众得爱做好粪扫的分类，说好这个民众骂、佮恐吓，甚至有佮起卡动手。公司嘛已经向警方提告了。粪扫车一到位，这个民众骑着乌多摆，竟然将一大袋粪扫弹入去后车道。不过清洁队员看到内底掺杂真侪纸类佮回收物。这就是啊，这无，内底分类好才摕。无啊，无因讲啊。不过这个民众却无要接受，将粪扫硬是撒倒转，随后开始黑白骂。这就是啊。啊，你就讲嘛，你。我就甲你讲，真正爱分类啊。你叫警察出来，你嘛袂走。这个民众情绪实在真激动，甚至出卡要来占车，还佫威胁要有这个劝导的队员失去工课。但是发生伫顶个月28号，南投第三清洁队的人员无暗嘛当伫进行粪扫收运的工课时，劝导要求这个民众先将粪扫带回分类，不过却因此被言语攻击。其他民众嘛认为不适当，自己要检讨一下啦。那队员也是口气也相当的好啊。如果外县市整车不收，那不是更惨吗？就影响到所有人啦。第三镇清洁队嘛表示，粪扫若是无做好分类，规车会被退运，对象若爱被罚款，还佫开真侪时间甲人力来做二次分类，嘛影响到县内粪扫的计划。还会罚款，那罚款的部分呢，就会由我们全部所有的队员承担。那我们在退运之后呢，还会再做一次的二次分类，那会动员将近70个人力呢，来做一个退运的一个分类。2个月份的婚林，嘛发生2件清洁队员被民众攻击的事件。这次佫发生伫南投，公所表示已经协助队员向警方提告，公然侮辱以及妨害公务，嘛呼吁民众爱确实做好分类，啊，就无卖依法的告发。公司新闻南投报道。